我身後呢個維港景觀真係非常震撼，比起同一區其他中半山嘅豪宅，呢度維港景觀咧更加係毫無遮擋。因為今日我哋參觀地勢更高嘅馬己仙峽道嘅港景別墅，入到嚟客飯廳咧就係一個非常氣派嘅方正嘅客飯廳，呢度全部無梁無柱。喺飯廳呢邊咧仲有一個咧對流窗咧可以望到外面嘅山景。當嚟到客廳呢一邊，客廳呢邊咧除咗格局方正之外，最吸睛咧就係呢個落地玻璃襯翻出面咧呢個咧毫無遮擋嘅維港海景。因為呢度位於無線以下，所以港景別墅呢度維港海景咧比起其他中半山嘅樓咧更加有一個君臨天下嘅視野。呢個毫無阻擋嘅視野，除咗可以飽覽中半山嘅山景，仲可以飽覽成個香港嘅地標 FC、ICC、中環中心，成個金鐘都喺你面前。客廳呢一邊咧，業主做咗啲鏡面嘅設計，因為呢度咧可以咧反射到一啲維港嘅海景，令到成個空間更加闊落。喺客廳後尾咧就一個咧其中一個房間嘅位置，成個單位接近2000尺，4房1套嘅設計，每間房咧都係非常四正。廚房呢邊嘅空間感咧，亦都係非常闊落，加上呢度咧有3面嘅採光玻璃，開咗之後咧可以同客飯廳咧做錯一個對流嘅作用。而裡面咧工人房咧更加有自己嘅工人套廁同埋工作間。嚟到另外一邊3個睡房嘅寢區啦，咁咧其中2個房間咧就可以望翻維港海景，而咧後面呢個咧都可以望到一個非常高私隱度嘅山景。每間房嘅間隔咧都係十分好，而且間隔上每一間房咧都預留咗做衣櫃嘅空間。呢度望出咧就係一片咧非常有私隱度翠綠嘅山景。而另外一間細房同樣望住一個維港海景。港景別墅可以話係一個富豪級嘅收藏品，因為成個大廈只有52個單位，加上新鴻基咧有部分高層咧都用作一個收租嘅用途，所以咧可以買到單位極度稀缺。呢度咧雖然係中半山個單棟樓啦，但係咧呢度咧個設備咧係非常齊全，有會所啦，亦都有穿梭巴士可以落返金鐘嗰邊，非常方便。最後我哋嚟到主人房呢一邊，主人房咧最大嘅賣點咧就係呢度有個 L 型嘅廣角窗，喺呢度咧成個 L 型嘅採光玻璃咧可以同前面一個維港海景融為一體。而喺間隔上咧，主人房後面咧仲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可以見到呢度咧儲存空間特別多。